我操！吓死我了！我操，这怎么了？手都吓抖了，还好他停住了。我操！天哪 ！Oh my gosh！What happened？ Oh holy shit！ 来，先坐着，先大家先坐着，马上正在处理啊！哦，我的天啊，都撞下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火车都是停的，电也没了。Oh my gosh！What happened？ 天哪，撞得挺严重的，都掉下来了，整个电线杆都掉下来了。过了大概不知道多少分钟了，有人开始在处理了。这个线都掉下来了。空气人站高一点，站高一点。